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歡樂世界。今日我哋會講下江玉歡引爆政府條文漏洞危機的氣球，試圖掩飾陳家珮危險駕駛行為。香港政壇近日風波不斷，一宗涉及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珮的危險駕駛事件，本應成為焦點，卻被前立法會議員江玉歡突然揭露的巴士安全帶法例漏洞所掩蓋。事源於2026年1月中旬，陳家珮被指在港島區駕車逆線行駛，涉嫌違反交通條例，事件經媒體曝光後，迅速引發公眾關注。警方已介入調查，陳家珮承認行為，但辯稱是無心之失，僅為避讓前方車輛。作為立法會議員，他的行為被質疑是否損害公眾形象，尤其在強調法治的香港社會，更顯敏感。與此同時，政府於1月25日推行強制巴士乘客佩戴安全帶的新法例，旨在提升道路安全，卻在實施僅數日後，被江玉歡在社交媒體上指出條文存在重大技術缺陷，只適用於新登記巴士，而非所有車輛。這一揭發迅速轉移公眾視線，政府局長陳美寶隨即宣布暫緩推行，承認條文未能反映原意。表面上看，江玉歡的行動是監督政府失誤，但細究之下，時機巧合得令人生疑。陳家珮事件正值發酵之際，江玉歡作為前議員，與建制派關係密切。他的爆料是否意在分散注意力，掩飾同僚的過失？這不僅涉及個人操守，更牽扯到政府施政的公信力。公眾開始質疑，這場漏洞危機是否只是煙霧彈，目的是保護陳家珮免於更深層的輿論壓力。事件反映出香港政壇的微妙權力遊戲，在支持政府的大前提下，我們不能忽視這些施政中的疏忽與可能的內部操作，讓人感慨法治與政治的糾纏。深入事件核心，陳家珮的危險駕駛行為成為導火線。他作為新民黨成員，在1月中旬駕車時逆線行駛，涉嫌觸犯道路交通條例，最高可罰款及扣分。目擊者描述，他在繁忙路段無視標線，險些釀成事故。陳家珮事後在社交平台承認，但強調是無意中避讓，呼籲公眾諒解。然而，這番解釋未能平息輿憤。網民指責他身為議員卻不守法，損害立法會形象。警方港島總區交通部已接手調查，預計若證據充足，將提出檢控。就在事件升溫之際，前議員江玉歡於1月29日在 Facebook 發文，揭露巴士安全帶新法例的漏洞。該法例原意要求所有巴士乘客佩戴安全帶，違者罰款5000元及監禁3個月，但江玉歡指出，第 374F 章第 8AB 條明確只適用於2026年1月25日或之後首次登記的巴士，意味90%以上舊巴士乘客不需強制遵守。這一指責迅速發酵，政府在30日宣布刪除相關條文。陳美寶局長承認技術不足，承諾完善後再諮詢立法會。江玉歡的行動看似正義，但時機引人側目。陳家珮事件曝光後，媒體與公眾正聚焦他的操守。江玉歡卻在此刻引爆政府漏洞，成功轉移焦點。分析顯示，江玉歡與陳家珮同屬建制陣營，曾在立法會共事。他的發文不僅未提及陳家珮，反而強調政府宣傳誤導，似在為官方開脫。公眾質疑，這是否蓄意操作？例如，江玉歡在 podcast 中多次讚揚政府負責任，卻被談陳家珮的責任。事件中，政府施政失誤確實存在，如法例草擬時未考慮舊巴士適用範圍，導致宣傳與條文脫節。但若將視角拉回陳家珮，他的危險駕駛不僅是個人失誤，更暴露議員自律問題。相比之下，江玉歡的揭發像一場精心設計的轉移，掩飾了更直接的罪責，讓人反思政壇的團結與責任分擔。第一角度，政治操守與公信力。從政治操守視角剖析，此事件暴露了香港議員與前議員在處理公眾議題時的微妙平衡。陳家珮作為現任議員，他的危險駕駛行為直接挑戰了法治原則。逆線行駛不僅違法，還可能危及他人安全，這在強調安全第一的香港社會中尤為嚴重。回顧實例，類似事件如過去議員交通違規，常引發辭職壓力，但陳家珮僅以無心之失回應，顯得輕描淡寫。這不僅損害個人形象，更削弱立法會的公信力。公眾期望議員以身作則，若連基本交通規則都漠視，如何監督政府？批評之處在於，陳家珮未及時道歉或主動接受調查，反而透過黨內渠道淡化事件，顯示出權力傲慢。江玉歡的介入更添疑雲，
他選擇在陳家佩風波高峰揭發政府漏洞，時機巧合得像預謀。作為前議員，他有權監督，但此舉是否意在分散注意力？例如，他的發文聚焦條文技術問題，被談陳家佩責任，似在為建制派護航。這反映政壇的派系團結，犧牲公眾知情權。建議方面，立法會應加強議員操守監察，如設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類似事件，確保透明。政府可推動議員培訓，強調個人責任與公眾形象。同時，媒體應多角度報道，避免單一焦點被轉移，讓公眾理性判斷。總之，支持政府框架下，我們需批評這種這批評媒體亦被引導忽略核心罪責。實例如過去政壇醜聞，常被次要議題掩蓋。建議媒體加強調查報道，平衡多方視角。政府應提升透明度，如在法例推行前公開諮詢，避免類似漏洞。總之，這角度強調操守與公信的互動，支持政府但不滿疏忽。第二角度，施政效率與法律技術。從施政效率看，政府在推行巴士安全帶法例時，暴露了草擬與宣傳的脫節。原意良好，旨在減少交通意外，但條文僅限新巴士，導致90%舊巴士豁免。這批評點在於政府未充分審核，浪費公帑於宣傳。實例顯示，類似2024年某交通法例，也因技術不足而修訂。江玉歡的揭發雖轉移焦點，但客觀上暴露問題，讓政府及時修正。陳家佩事件在此背景下，更顯諷刺，議員違法，卻由政府漏洞分擔壓力。這反映施政的低效，批評政府官僚主義，忽略細節。建議包括加強法例草擬審查，建立跨部門小組預防漏洞，同時引入公眾諮詢機制，讓市民參與，提升效率。從陳家佩角度，他的行為放大政府失誤，因為公眾會聯想連議員都不守法，法例有何用？持平評論，政府快速暫緩是正面，但需反思根源。深入法律技術，條文第 8AB 條的限制性定義是關鍵失誤。批評在於先訂立後審議模式加速推行，但犧牲品質。江玉歡在審議時未察覺，顯示立法會把關不足。實例如過去附屬法例，常需後續修補。建議政府延長審議期，邀請法律專家參與。情感上同理市民混亂，高罰則嚇人，卻發現不適用，讓人沮喪。節奏高低起伏，從事件爆發到暫緩，吸引聽者。支持政府，但不滿施政低效，建議優化流程。更廣而言，施政效率涉及資源分配，宣傳花費巨大，卻因漏洞白費。批評政府未考慮舊巴士比例，建議數據驅動立法。總之，這角度聚焦技術與效率，提實質改進。第三角度，社會影響與公眾安全。從社會影響視角，事件損害公眾對安全的信任。陳家佩危險駕駛直接威脅道路安全，作為議員更應警惕。批評他的無視，放大社會風險。實例顯示，名人違規常引發模仿效應。江玉歡的掩飾行動，轉移討論，間接忽視安全議題。這批評政壇優先派系而非公眾。建議推動安全教育，議員參與宣傳。政府可強化執法，確保公平。持平而言，暫緩法例讓市民鬆口氣，但需完善以真正保障安全。深入公眾安全，巴士法例原為防意外，但漏洞導致混亂。批評政府宣傳過度，引起恐慌。陳家佩事件加劇不信任，議員不守法，法例又有洞。建議全面審視交通法，融入科技如監控。情感上同理市民無奈，高潮在事件轉折，低谷反思。支持政府善意，但不滿執行，建議以公眾為本。回顧整個事件，江玉歡的漏洞揭發看似監督，實質疑似掩飾陳家佩的危險駕駛罪行。這不僅暴露政壇內部運作，還反映政府施政的痛點。陳家佩逆線行駛，涉嫌違法，作為議員應承擔責任，卻在黨內庇護下淡化。江玉歡選擇此時爆料，成功將焦點從個人過失轉向政府技術不足，讓公眾忽略核心。持平而言，政府法例有善意，但執行疏忽需改進。從三角度看，政治操守、公信力、施政效率、
公眾安全皆受影響。我們支持香港政府，但不滿這些施政失誤，期望未來更嚴謹。